你食啲咩固然重要，但你點樣食將會決定你嘅命運。各位朋友，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我要同大家一齊拆解嘅呢本書，可以話係我個人讀過最實用嘅一本書。呢本就係《Glucose Revolution》控糖革命，作者 Jesse Inchauspé， 佢係一名法國生物化學家。呢本書喺全球範圍內掀起咗一場真正嘅健康革命。因為佢話俾我哋知一個驚人嘅事實，我哋生活中絕大多數嘅困擾，例如莫名其妙嘅疲勞、控制唔住嘅食慾、點減都減唔落嘅肥胖、令人好困擾嘅皮膚問題，甚至係焦慮同情緒波動，佢哋嘅幕後黑手可能都係同一樣嘢——失控嘅血糖。喺正式開始之前，我想請你問自己幾個問題：你係咪成日喺下晝3、4點鐘大腦一片混亂，淨係想揾個地方攤下，或者瘋狂想食啲甜嘢、飲杯奶茶提提神？你係咪明明下定決心要減肥，管住把口，邁開條腿，但體重榜上嘅數字就係紋絲不動，甚至仲莫名其妙反彈？你係咪明明瞓足8個鐘，第二日醒返，成個人都仲係冇晒力，好似一部永遠充唔滿電嘅手機？你係咪覺得自己嘅情緒就好似天氣預報咁，時而晴空萬里，時而又烏雲密佈，成日因為一啲小事就煩躁不安？如果以上呢啲問題你有一個或者多個，咁其實唔使太擔心，你唔係得一個人。但更重要嘅係，你可能需要知道呢一切都唔係你嘅錯，你唔係意志力薄弱，唔係天生體質差，更加唔係所謂嘅懶。你只係喺不知不覺中被身體入面一股神秘又強大嘅力量推上咗一架停唔落嚟嘅血糖過山車。而今日我哋要讀嘅呢本《控糖革命》就係呢趟失控過山車嘅安全說明書同埋駕駛手冊。佢會教我哋點樣由一個被甩到七暈八拍都唔齊嘅乘客，變成一個自己手握方向盤嘅駕駛員，徹底攞返身體嘅掌控權。接落嚟，我將會帶你一步步拆解佢嘅運行軌跡，到佢嘅剎車掣，最終學識點樣令佢平穩運行，成為我哋人生嘅能量高鐵。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要少食糖，因為糖會令我哋變肥，仲會搞到蛀牙。但呢個只係講啱咗一半，真正嘅敵人比糖本身更可怕，亦都更隱蔽。作者 Jesse 稱之為血糖峰值，呢個係咩意思呢？等我用一個極之生動嘅畫面嚟同你解釋。想象一下，你嘅血液就好似一條平穩流動嘅河流，而河水入面嘅葡萄糖就好似一隻隻為沿岸城市，亦即係你身體各個器官輸送能量嘅小船。正常情況下，呢啲小船係勻速有序咁出發，令每個城市都能夠獲得穩定而持續嘅能量供應。但當你突然食一碗白飯、一塊蛋糕，或者飲一杯果汁嘅時候，就好似喺上游突然打開咗一個巨大嘅水壩閘門，成千上萬隻葡萄糖小船瞬間湧入河流，河水暴漲，形成咗巨大嘅洪峰。呢個就係血糖峰值。你嘅身體係一個非常精密嘅系統，佢一睇唔得啦，洪水嚟啦，於是身體即刻派出緊急救援隊，大量嘅胰島素。胰島素就好似係成群嘅搬運工，佢哋嘅任務就係拼命將河入面啲小船拖返上岸，傳到倉庫入面去。邊啲倉庫呢？主要係肝臟同肌肉。如果呢兩個倉庫都滿咗，多餘嘅葡萄糖就會被迅速打包，轉化成一個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嘢——脂肪，特別係內臟脂肪。胰島素救援隊嘅工作效率非常高，甚至有啲用力過猛，佢哋一擁而上，唔單止將洪峰壓咗落去，甚至連正常嘅河水都抽走咗大半。於是啱啱仲波濤洶湧嘅河流，瞬間變得乾涸見底。呢個就係血糖驟降，形成咗血糖谷底。河水乾晒，沿岸嘅城市冇能量啦，點算呀？你嘅大腦作為總指揮部，會立即拉響警報，快，需要緊急補充能量。呢個警報傳遞俾你嘅信號就係強烈嘅疲倦感，注意力集中唔到，仲有對糖嘅瘋狂渴求。於是你嘅手又伸向下一塊餅乾，下一杯奶茶，然後新嘅洪水再次襲嚟，救援隊再次出動，再次陷入枯竭，周而復始。
呢個就係血糖過山車嘅完整循環。呢個過程唔單止係令你感到疲倦同埋飢餓咁簡單，每一次血糖嘅劇烈波動，都好似喺你嘅血管內壁進行咗一次小型嘅海嘯衝擊。首先係炎症，呢種劇烈波動會激活我哋身體嘅炎症反應，而慢性炎症係幾乎所有現代慢性病嘅溫床。其次係加速衰老，血液中過多嘅葡萄糖會好似黏稠嘅糖漿咁附住喺我哋嘅蛋白質上面，呢個過程叫糖化反應，佢會令我哋嘅膠原蛋白變得脆弱、發黃、失去彈性，反映喺面上就係皺紋、鬆弛同暗沉。可以話每一次血糖峰值都喺度慢慢咁催你變老。更嚴重嘅係佢會擾亂我哋嘅激素。對於女性嚟講，持續嘅高胰島素水平係導致多囊卵巢綜合症等內分泌問題嘅關鍵因素之一。對於所有人嚟講，佢最終會令胰島素呢個救援隊變得精疲力盡，產生抵抗。呢個就係二型糖尿病嘅前奏。所以你睇，我哋真正要對抗嘅唔係嗰一塊蛋糕，而係佢喺我哋體內引發嘅呢場血糖海嘯。呢本書嘅核心目標唔係要我哋徹底戒糖，過苦行僧咁嘅生活，而係教我哋一套科學嘅泄洪方法，將陡峭嘅洪峰變成平緩嘅波浪。呢個就係撫平你嘅血糖曲線。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有啲絕望，唔通我哋以後就要告別米飯、麵包、麵呢啲主食咩？咪急！作者提出嘅第一個技巧，幾乎唔需要你改變食譜，只需要改變一個微小嘅習慣，就能夠產生驚人嘅效果。呢個技巧就係改變你嘅進食順序。正確嘅順序係先食纖維，例如蔬菜，再食蛋白質同脂肪，例如肉、蛋、魚、豆製品，最後先食碳水化合物同糖分，即係我哋嘅主食同甜品。當你喺飯前先食一碟綠葉蔬菜沙律或者一碗炒蔬菜嘅時候，呢啲富含纖維嘅食物就好似係喺你嘅腸道內壁提前部署咗一層厚厚嘅黏稠嘅保護網。呢層網我中意稱之為蔬菜盔甲。佢有咩用呢？當後面你嘅主食嗰啲葡萄糖小船大軍到達腸道嘅時候，佢哋無法好似以前咁長驅直入，被身體瞬間吸收。佢哋必須先穿過呢層黏稠嘅盔甲。呢個過程好大嘅減慢咗葡萄糖進入血液嘅速度。呢個就好似你將上游水庫嘅閘門由瞬間全部打開，變咗緩慢嘅持續嘅放水。結果係咩？冇咗恐怖嘅洪峰，只有平緩而持續嘅水流。你嘅血糖曲線由一座陡峭嘅珠穆朗瑪峰變成咗一片和緩嘅幽靈。書入面有個對比實驗，同一個實驗者食一餐完全相同嘅飯菜，包含雞胸肉、西蘭花同白飯。第一日佢先食白飯，再食雞肉同西蘭花，結果佢嘅血糖監測儀顯示血糖水平好似火箭咁衝上去，形成咗一個巨大而尖銳嘅峰值。第二日佢改變順序，先食晒所有西蘭花，然後食雞胸肉，最後先食嗰碗白飯。奇蹟發生咗，血糖曲線變得異常平緩，峰值嘅高度竟然降低咗70%以上。食物完全一樣，卡路里完全一樣，僅僅係改變咗一下佢哋進入你身體嘅順序，就對你嘅生理產生咗天淵之別嘅影響。呢個小小嘅改變帶嚟嘅好處係連鎖性嘅，血糖平穩咗，胰島素就唔需要過度分泌，脂肪儲存嘅開關就唔會被輕易打開。你唔會喺飯後1個鐘就感到困倦，你嘅能量會更持久，對零食嘅渴望亦都大為降低。呢個就係你今日就能夠開始實踐嘅第一個行動指南。由你嘅下一餐飯開始，無論係喺屋企食定係喺出面聚餐，請記住呢個咒語：先食菜，再食肉，最後食米飯，俾自己住上一層堅固嘅蔬菜盔甲。呢個係你掌控血糖嘅第一步，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掌握咗進食順序呢個大法寶，我哋跟住落嚟學習第二個同樣重要嘅技巧。作者幫佢起咗一個非常可愛嘅名，叫幫啲碳水着返件衫。咩意思呢？就係永遠唔好赤裸裸咁食碳水化合物。呢
咩係赤裸嘅碳水？就係嗰啲單獨存在冇蛋白質、脂肪或者纖維陪伴嘅糖同埋澱粉。例如朝早匆忙攞起嘅一片白麵包，下晝肚餓食嘅一塊餅乾，或者一杯鮮榨果汁。呢啲赤裸嘅碳水進入你嘅身體，就好似一個不設防嘅士兵衝入戰場。佢哋被消化系統吸收嘅速度特別快，會即刻喺你嘅血液入面引爆一顆血糖炸彈，造成巨大嘅血糖峰值。咁點算好呢？答案就係幫佢哋着件衫。呢度嘅衫指嘅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好朋友——蛋白質、脂肪同纖維。佢哋嘅作用同蔬菜盔甲類似，都係為咗延緩葡萄糖嘅吸收速度。當你幫碳水着件衫，就等於幫呢個即將衝鋒嘅士兵套上一層厚重嘅盔甲，等佢前進嘅腳步慢落嚟。等我哋嚟睇幾個生活中嘅例子，你會即刻明白。想食一片麵包，唔好赤裸咁食，俾佢着件牛油果做嘅綠色外套，或者搽上一層厚厚嘅花生醬大衣。牛油果同花生醬入面嘅健康脂肪同蛋白質會大大減緩麵包中碳水嘅吸收速度。想食一個蘋果，蘋果本身含有纖維，比飲蘋果汁好好多。但如果你想做得更好，可以幫佢搭配一啲堅果，例如杏仁或者核桃。堅果入面嘅脂肪同蛋白質就係比蘋果呢件碳水無異，又加多咗一件防風背心。想食零食餅乾可以，但係單獨食。你可以先食幾條青瓜條，或者搭配一小杯無糖乳酪。乳酪入面嘅蛋白質同脂肪就係餅乾最時尚嘅外搭。呢個原則徹底改變咗我對零食同加餐嘅睇法。以前我總係覺得肚餓就應該食啲生果或者梳打餅，感覺好健康。但而家我明白咗，空腹食呢啲先至係最容易引發血糖過山車嘅行為。呢個解釋咗點解好多人食完生果唔單止冇解到餓，反而感覺更餓。因為血糖嘅快速下降，再次觸發咗大腦嘅飢餓信號。所以由而家開始，請檢查一下你嘅飲食習慣。你係咪經常赤裸咁食碳水？如果係，嘗試下幫佢哋搭配一件衫。呢個小小嘅改變會令你嘅能量水平穩定得多，令你告別無休止嘅零食渴望。記住，我哋唔係要消滅碳水，而係要用更智慧嘅方式同佢共存。今日先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我哋再繼續分享《控糖革命》呢本書。感謝大家收睇，我哋聽日再見。